以下內容係 Super J3 根據公開資料同 AI 分析嘅估算，純粹係我哋嘅觀點同大家分享，絕對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或者買賣邀約。大家投資前一定要自己做功課，量力而為，盈虧自負。早晨，歡迎收聽 Super J3 AI 炒股。今日係2026年3月15號星期日。我哋一齊規劃下個禮拜嘅投資部署。好，入正題。今集我會集中講兩隻港股。第一隻係小米集團01810。先睇最新消息，交銀國際將小米目標價由50蚊降到37蚊，評級由買入降到中性。主要係因為存儲芯片價格今年以來升咗超過80%，預計會持續到2027年，影響手機毛利率。但另一邊廂，美銀證券雖然都調低目標價到45蚊，但佢哋重新買入評級，因為預計小米今年電動車出貨量達到57萬部，高過公司指引，新車型會推動需求。技術上我哋點睇呢？小米而家市盈率大概18.2倍，低過過去3年平均嘅22到25倍，晒大約41，接近超賣區域。股價而家33個2左右，處於52周低位附近，技術上有反彈嘅空間。小米一手係200股，以33個2計。一手要6640蚊，我哋嘅估算係咁，假如你打算買一手，喺32個半到33個半嘅區間入貨，用33個2做估算例子，一手成本6640蚊，加埋原金印花稅大概6735蚊，目標價估算睇38蚊，因為呢個位係交銀同美銀目標嘅中間落墨。亦係3月上旬嘅高位，到價嘅話一手市值7600蚊，扣除賣出費用，預期利潤估算830蚊，回報率估算12.3%，止蝕價估算就set喺31個半，因為呢個位係過去3個月嘅支持位，穿咗可能代表弱勢確認，以33個2買入計。一手最多估算蝕大約390蚊，風險大家可以自己衡量。第二隻係華潤置地01109。最新消息方面，瑞銀維持買入評級，目標價36蚊，交銀國際長期看好，話春節後需求逐步釋放，買家會繼續偏好國企，大華繼顯仲將佢列為首選。目標價35.4蚊，預期股息率4.4厘。雖然前2個月銷售金額跌咗13.5%，但符合行業淡季表現。技術分析方面，華潤置地市盈率只得7倍，遠低過行業中位數12倍，市淨率0.71倍，即係股價相對公司淨資產有折讓。股息率仲有成4.7厘，估值處於歷史底部。華潤置地一手係2000股，以30蚊計，一手要6萬蚊。我哋嘅估算係咁，假如你打算買一手，喺29個半到30個半嘅區間入貨，用30蚊做估算例子，一手成本6萬蚊，加埋原金印花稅約60150蚊。目標價估算睇35蚊，綜合3間大行嘅目標，到價一手市值7萬蚊，扣除賣出費用後，預期利潤估算9800蚊，回報率估算16.3%，止蝕價估算set喺28個半，同樣係過去3個月嘅低位，穿咗可能代表市場對內房悲觀情緒加劇。以30蚊買入計，一手最多估算蝕大約3150蚊。如果你資金有限，又想兩隻都玩，可以考慮小米買一手，
華潤置地買稅股，以小米一手6640蚊計，加埋華潤置地200股，約6000蚊，總成本約12640蚊。兩隻都到價的話，總利潤估算830蚊加882蚊，即係1712蚊。整體回報率約13.5%。小米嘅估算基礎在於市場對手機業務可能過度悲觀，而電車故事未完全反映。華潤置地就係政策底加估值底嘅組合，7倍市盈率加4.7厘息，估值上可能下行空間有限。再提多次，以上所有內容都係 Super J3 嘅估算同觀點分享，絕對唔係投資建議。投資涉及風險，證券價格可升可跌，大家一定要自己做功課，量力而為，盈虧自負。想每日朝早收到我哋嘅分析，記得 follow Super J3 AI 炒股，點讚同分享俾更多朋友。我哋下星期再見，拜拜。Generate by AI